你别不中，你饭再说的。高呢，就不能来了。我们过去那我要烧的，俺们就那烧的。老家。我烧了就是。过去那我讲的就嘛是，那我让蒙上路得到。对。这家是那嘛样家？排列好做好着。我那好用。不错。好了嘛，讲这边给他去。徐家兴，谢谢。这个你那刚才说的我好吃了。加油吧！呀。好，加油加。不要包了。为嘛呀？那个面包啊，包，别他妈包。别他们包。这包挨家的路多不很偏。为嘛？为来人家。我你那个不管老家。多了。那算了。俺说啥看？给我包来着。老姐。那个呀。还老钱呢。我bien我这都关老家呢。住了都关老家了，没好只能住那，只能是那。关老家了住到那边去。这个钱。要的让人家写出门就行来嘛。写接出门去。不还有钱了？怎么没有钱？这才高了呀。这个怎么说的？我有了嘛怎么说的？给我留下先弄完这个，先套出来。这玩意儿，酒店嘛，过去酒店行吗？我说了就。给我。
ဘယ်လိုလဲဟုတ်လားဟုတ်တယ်စားဒီမှာပြင်းနေလို့ရတယ်ဒီရရကျွေးလိုက်ပြီ မကြည့်တော့အေးကိုရှင်းနဲ့နှုတ်ဝဲစော့အယောတဲ့ဒီလို